各位乡亲，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按摩嘅中间叫嚟研究客家白话语文。本录音一丝一语慢慢嚟读，提供本各位乡亲对研究写作一級有兴趣嘅客家白话语同文嘅乡亲啊，共同来研究参考。大家都会记得，不同国家、不同族群。不同地方、不同行业，各有不同嘅语言、语言、文史、文艺、歌曲词嘅用法也是相同哦。所以研究客家嘅语言，要有声母、韵母、声调，同时一个文史啊，要注意一个音。语形以及外来语同进化演化嘅术语啊，等等多种嘅元素，所以研究客家语、客家文，要有法度、程度、正确度啊，等三度，并兼顾故事现代嘅用法，真有法度研究学生。所以研究语言嘅组合同注音啊，在教学嘅先生小是大家，对老师用语言要分明要脱了，声音真好听，安尼吼。敬请各位乡亲大家，我嘅录音啊，多听来做参考，注解方面多看。多了解，本文多读啊，客家语、客家文自然语言就会通顺流利了，同时可以接受我们非常大嘅这个资金嘛，传承、宣传客家优美嘅语言嘅文化，安尼哈。今日在个歌词方面嘅提供，一共有3条。作为这个集体语言嘅示范啊，这个客语春风潮湿啊，集体语言呢是可以讲得不良嘅口述艺术嘅批音范本啊，可以读，但是莫学安尼哈，模仿来骂人。第一个呢，就是一个有个乡亲将一个希特勒。个德国嘅希特勒啊，买7、8嘅一个对话，集体语言用口述、艺术、批音嘅范本啊，也个看下形态形式，可以睇得一个按样嚟做表演，安尼哈。另外一个最敢讲客家话嘅歌星啊，彭小姐所创嘅南司马、南司妹。这个骂人一定会安尼吼，这个歌词呢，大家来了解一下。所以以上3种集体语言嘅表现方式各有多少不同。集体语言系指乜嘅喏？即嘅数强干以及常见配合嘅假词，同样不同国家、族群地方啊，也有不同嘅语音、语言。文史文艺嘅用法喎，所以用嘅是南部嘅实验法啊，实验法。大家記得一個集體語言非常重要。在歷史過去啊，從興國所記載，史上4大名人楊貴妃，伊講用國語嚟講啊。回眸一笑百媚生，回眸一笑百媚生啦。六宮粉黛無顏色，六宮粉黛無顏色啦。也就表示所講啊，可見眼神集體語言嘅重要性係在呢這個，所以一個做表演也係口述藝術。你嘅個頭度所講嘅數強干以及常見，互相嘅配合嚟假詞
张玉盘嘛，得到圆满非常国土精彩嘅表现，安尼吼。好咧，我哋来讲，将基本人嘅同大家所报道嚟讲啊，客家实验白话语文嘅文法研究啊，第10课，客语具体语言、用词文法、课文意思意义，慢慢的读，对照录音，提供本各位乡亲嚟做个参考。本调查研究係以語言為主題，本篇特別以具體語言嘅通作方式來做意思嘅表達，同時溝通嘅方式，熟悉一個綜合，提供本各位鄉親在演講也係做起唱歌嘅等方面嘅應用啊，增加意思表達嘅效果。經長期嘅調查，各體具體語言都有共同性咯。一般嚟講，都係情緒動作嘅表現。當然，也係主體與主角同副體配角嘅分別。也都係具體語言嘅動作，為了增加意思嘅表達，可能有2種以上嘅複合動作表示。先舉嘅例子說明都大下呢，同時將一個具體語言嘅姿態詳細嘅範例啊，就大下2個呢，就客語重複草詩，肢體語言也不良嘅口述藝術嘅範本啊，同一個希特勒萬奇葩嘅一個配音，一個可以講得講啊。不管是好是壞啦，但是大家愛聽，但是不可以放安尼哈，莫放個樣安尼哈。後來提嘅同大家報道，就是講啊，情緒列嘅具體語言，提嘅呢用目做嘅，個詩言呢各位詩言啦哈。2眼出看，縮蛤蟆蓋下巴縮咗啦，係詩言，一個詩言嘅方式是安尼。第2呢是漫載，跳書評家講，民國嘅民安尼哈，漫載表示動作加重動作，不服嘅意思。第3呢就卡拳頭，卡用個寫。就客家嘅客加上跳書片啊，表示準備同我嚟上打，我戲書嘅。第4點腳，見點到 M 點腳，比頭頭所講嘅卡拳頭要加一點，非常嘅不服嘅意思。第5呢，這個並作旁則，乜個並以旁作，就並定旁作，表示以聲音增加嘅情緒，也就講啊，一時太強嘅意思，關於講暴怒，變作係那意思哈。第6，聽我變那下，就是聽我就是向後倒。聽我啦，我係對係我盤一下，表示前面都係實好。佢哋講四倍看下，四倍看咩啊？比也就是呢，是給他的意思，本就給你的意思啊，也給一直是給他，簡單講變成講比，本就是給你，本給你。第7，戲場面就是你講賣強瓜，表示發脾氣嘅意思。以上一共有9分38秒，我會播時間嘅原因，就本大家記得講啊，用手機也好，電腦也好，我睇那一段呢，可以移到9分38秒就可以看到第一段，好咧，我哋看第一段。
其他嘅具體動作嘅含義與表示嘅方式，其他嘅具體動作嘅含義同表現嘅方式，第來年，來年用木做來年，頭頭是講詩人啊，來年就是寫人偷看左右邊嘅人，一般表示有好感嘅意思。在頭擺其實什麼嘢？頭看誰來嘅？就用冇用出口咯，也下是睇冇相同嘅嚇。一個用來嘅咧啊。第二，數字功表示當好、提名、讚，安啊，稱讚嘅意思。第三，數字尾表示最差，最後一名起手嘅意思。數字尾。第四呢，數字嘅恭就是弓箭的弓啊，恭表示谄媚啊，我這個事業一個意思啊。第六，再聽搖頭表示否定、不同意嘅意思，不同意。第六，金啱頭表示同意，可以講讚賞。稱讚欣賞嘅意思。第七，約數約啊，有數都約。五字上下同啊，表示歡迎、歡迎啊，係叫人來嘅意思，約人來啊。一個就係有氣吶喊，一個約字嘅要好，有氣吶喊啊。第八，那個搖數是巴掌向蛋糕，左右同啊，表示唔會反對嘅意思。數緊搖啊，數咗個五字上下搖同啊，一個巴掌向上哦，左右搖同，表示唔會反對嘅意思。第九，撲師傅表示關於講啊不幹而離開啊，撲師傅啊，一個撲師呢，一個師傅啦，鳥嘅鳥啊，嘅隨時加上這個中字、主字一個是加下去哈，寫唔出。第八，撲師傅頭都是拍，撲一拍，然後撲師傅表示磨菜工啊，南方講磨菜工啊。第11，撲胸前撲胸前表示有信心、保證嘅意思。第12，撲心肝表示相當危險嘅意思，就好加菜，撲心肝，所以嚟講淡太冇驚，安尼哈。第13，甩心肝表示傷心，嫌謙虛啊，甩心肝，甩是用嘅寫咯，將軍嘅將啊，一個挑書片啊，一片呢加上挑書片，大家嚟看本文就知道哈。第14，呼腳一觸，也係講表示關於講不幹而離開嘅，呼腳一觸都走了啊，冇到師傅一拍都走了啊。第一個隨心肝是表示無可奈何，唔點樣嘅想辦法啊，一個非常強，通常做右強大做壯啊，就是講啊，一個都講啊，隨心肝無可奈何，唔點樣辦啊，相當無才啊，隨心肝。有人講啊，有另外講啊，個土嘅話講啊，卡個，誰來講卡咯呢？卡個，啊。
第16，隨心肝無可奈何，唔知怎樣嘅辦啦，上到無彩。第16，喙鉗頭，喙智慧喙哈，非常嘅鉗，通常是有數鉗頭大做狀安尼哈。17，走頭啦，叫人走頭啦哈，表示無可奈何，想辦法。由於本人馬嘅時間呢，有時間就會見走頭啦，嚇，一個樣式，大家會曉得啦。表演嘅時間呢，你馬到講唔變樣嘅哦，都見走頭，見慢慢嘅走頭啦，唔係見數嘅走啊，嚇，表示無可奈何，唔變樣嘅，然後想辦法。第18，命無伊阿命屁講表示。該衰是愛衰，允許壞些，因命屁講，本人馬都命屁講哈。19，幫耳吹啊，刺猬吹也啊，幫耳吹啊，就相看啊，是呢啊，相看啊。第20，鳳鏈，我一個圖嘅花喎嗬。雖然一個鳳鏈，不像講是個鳳嘴嘅，相當嘅屬於氣到極點的意思，叫鳳鏈哈。21，變作嘅是王霸無理嘅反對，變作嘅啊。22，咬牙生刺，生用嘅下。就是屁股嘅屁加上挑樹片，生刺啊，有另外一種寫法啦，一個金絲片加上鮮好多鮮啦，鮮度本用嘅鮮度啊，咬牙生刺，表示當惡嘅意思，第23，壓牙。意志堅強的表態啊，有人水木為壓牙，激棍啊哈，壓牙。一個24，雷殺，表示佢人講尖牙啊，佢壞勢，佢強到一下啊。雷是樣嘅聲咯，咁一邊嘅邊，大下解挖啊，也就係雷殺嘅雷啊。25，一個縮頸。講緊表示一說嘅表示不願意啊，那有辦法，兩數有一必要哦，縮頸那有辦法啊。佢現在講啊，就是加錢加冇錢，對方會有縮頸比看啊，兩隻手開，表示講啊，冇不願意的意思，冇嘅意思啦。26，全數字。表示失望嘅意思，嘅卒啊，有講啊卒啊，冇關係嘅意思。有人講啊，嘅尊教嘅寫唔掂，長嘅乜嘅東西啊，叫做下公寫，和冇寫嘅意思啦。尊教嘅冇長嘅啊，這個冇寫哦，冇好識嘅意思啊。27，念一隻木做。念一隻木，念就是講啊，木字加上三個字講嘅意思啊，或者念一隻木，表示否定，一個亦唔係。兩線意思嘅是另外再線。28，事故嘅經驗，表示屬於唔高興嘅意思。唔高興嘅意思啊。29，目珠縫縫，就將愛叫嘅意思啊。另外呢，同大家講淡就是河洛話哦，談那個多口呢喝茶聊天，那個抹酒呢，喝酒聊天啊。30，
木主金变拍，金变拍变有两种写法，一个反过来个话，变转那个变啊，反过来表示属于唔高兴的意思。也大部分是什么嘅啊？木主金变拍个，看到什么啊？木主金变拍表示九字嘅意思啊。一个金变转，金变转表示属于九字。九字的样式也出 A 啊，九字的样式就单音的时候用本音是用 A 的啊，九字的意思，声音的人，九字的人都金变在安啦哈，金变在。3出木者，出木者，伤心痛苦的意思，伤心痛苦的意思。所以做戏嘅时间呢，有人聊木子，木子有丰富有用嘅咯，嘿嘿，伊就用姜啊，用姜来出木子，使得木子丰富见到木子，安尼哈。3MP 公表示佢出位意思 ，MP 公表示佢出位意思。第35 M 在 M 在有個暗在哦 ，M 煙嘴啊，暗從 M 表示唔講話嘅意思，所以 M 呢冇咗帶盲在嘅，咪 M 在。36 M 二公 ，M 呢二公 M 呢表示一個唔會聽，反對嘅意思。M 有兩種寫法。一个是挑數旁加上上音的音嘛，就 M， 实际也就是M 数的 M， 好 ，M 数的是个 M， 那个 M 呢是掩埋的意思哈 ，M 一共 M 有同 M 两意思，好多话是 M 起来，哦 ，M 一共哈，那个第37两手插腰，哦，两手叉腰，表示熊大嘛，啊，都来表迎战的意思。38，这个两手男胸，两手男人胸头，啊，男人啊，闽南方面个男人胸头，表示寒寒，鬼寒，那不干寒事的意思啊。唔讲乜嘅事情，伊就两手胸前 M 呢？唔講話，對不對啊？39兩手攬舌頭，兩手攬舌頭表示冇事可以做啊，閒了啊。你講做乜嘅東西咯？唔當兩手攬舌頭了個樣啊，兩手攬舌頭表示不幹事嘅意思。第41加減頭，加就木字旁加上。个增加的加哈，加减頭表示友好的意思，也含些聲音的時間呢，各位加能減頭行路哈，那個42呸破為呸，後和 L 後，了安然呸後然，討厭的意思啊，唔愛改興的意思，呸安尼哈，43頭慘慘，表示個急的意思，很着急的意思。頭慘慘，終於都來啊！哈。第45，樹慘慘，樹兩個樹慘啊就搖啊行，表示傷腦筋的意思，唔對一樣嘅判。46，仰頭變雜，雜字壓雜，變不一言變啊！一個仰頭變雜的精疲力盡嘅意思啊！一個第47，尾翹翹，有講背下下啊，改甜嘅意思，做話改甜啊，春藥唔吃啦啊，春藥唔吃。伊講啊，做話路一個背翹翹，按樣我哋治療呢，昂天神啊，昂是中央的央。昂天神啊，背翹翹啊，一個48，心肝卜卜滾，
心肝卜卜滚，表示动静嘅意思。佢讲心肝合合滚，又讲合合滚哈。合用嚟写，一个是竖心旁加上一个黑度嘅黑嘅一片安尼哈，前黑的黑啊，背 QQ 就背下下，表示得佢甜。48心肝卜卜滚，表示动静嘅意思啊。49金音脚，金音脚表示急腰，急腰。我也金音腳哈，心事重重也係金音腳，心事重重。50面紅紅，面紅紅表示發射和發強嘅意思，也係講啊發強嘅意思啊。51耳赤赤，刺壓赤啊，刺赤，刺壓赤，耳赤赤，耳赤赤是乜嘅意思呢？一個發強嘅意思啊，呢個耳赤赤啊，耳赤赤，耳赤赤呢個耳赤赤啊，嚇。第52追索索，追索索，追佢佢，表示渴望的意思，希望嘅意思啊。所以呢，睇人講話追索索，怎麼講咯？神好難咩？也都真嘅聲音了。同睇人嚟講話，安尼嗬。53頭來來，頭來來就頭前前嘅意思，表示快射嘅意思啊。一個來，人嘅聲嘅來呢，加上提手旁啊，一個來，頭來來啊，頭來來啊，你馬尾頭來來哦，唔係嗰個非常相愛。一個頭來都頭前前嘅意思。54心肝合合滾，合合滾，一個合用嚟寫，合合滾就是一千赫的赫加上豎心旁啊嘅心思啊，心肝合合滾啊，非常相愛嘅意思啊。一個有人講，看到佢安講嘅時候，相愛起來都鼓用啊，看到都合合滾咯，哦，合合滾個格意啊，嚇。55拉高利田，拉高利田表示當快樂嘅意思，表示當快樂嘅意思啊，拉高利田。一個56免費費啊，費是就是一個粒加上一個蝸牛嘅蝸。瓜牛嘅瓜嘅就是啊，哈，一個堅果嘅果，冇金絲片，嗰個粒絲片，免費費啊，免熬一片唔得面，免熬一片唔得面啊，也被普向前嗰度哈。57一級數字嘅畫面，一個表示所以嚟講啊，少不要臉嘅嚇。唔抵干涉嘅意思啊，一級數字嘅見畫面嚇，實質啊，見畫面也做個唔抵干涉。大阿含啊，大阿含就像水母，疲勞嘅意思，是談到無格嘅意思，也可以多種解釋。含用一下咯，可以請問那個滿漢的漢啊，滿漢的漢。一個葫蘆話就行行嘅行，安人啦，客話有個咯，含有兩種解釋，一個勇敢嘅敢嘅是嘛，個好事人唔敢做啊，而敢去做，一個就勇敢嘅敢帶下到心思片，一個滿漢嘅漢，葫蘆話嘅漢呢，也就是呢，是講啊，好壞都唔知啊。不知道好壞，含狂，安尼哈。第59，見篤骨啊，就是想睡覺啊，想睡夢嘅意思。見篤骨哈啊，你哋講大頭擺嘅大米大話個錯嘢，就講大米啊，大米篤骨啊，第60，夜好難。常識，
毛主讲啊，昂面昂面啊，昂面昂面。第60页，实质点面，有眼人一个天语技术是见点面啦，就个多点诶啊，也都面容诶花，多点多点啊，个点都主动词诶动词，窝头啦，窝头弯起来哈，客家话都讲啊，关于这个糟糕啦，惨诶。多点诶，一个就一个数字跟字点嘅，各位乡亲，对一个那个数字用语嘅5级数字用语啦，一个第数字讲第一数字啊，第三数字按中间嘅就一个有另外个无用人格嘅意思，数字面第四节冇用到哈。62也是表演的时间，阿楚诶，阿楚是搞笑的，就头那面只只，屁股叠教育，一出来了，大家都伫阿楚诶，做本人那个，首先呢，这个诗文通常是作拍上夫，拍上拍夫啊，花旦这个赛来，做赛来一个。采茶戏曲里头里嘅3种人物啦，阿楚嘅首先花旦啊，也各作嘅三副同讲法，一头都冇相同哦，一个第64做有数字嘅金币合并啊，一个2级数字嘅金币。就是心心相印成双的意思啊，心心相印。第64，如数律脚呼脚，如数律呼脚，如数律呼脚啊，即将动物而强大的如数律脚第65呢，那个乐器开创的时间的旁头。我做戏嘅时节就那个动作啊，个加添同本无关系嘅，就是做嘅这个表演嘅，就按照旁头。太戏嘅旁头呢，通常是无声嘅表演，中间度乒铃乓啷按出把戏打鼓嘅时间呢，以下有讲噼里咔啦牵动枪噼里咔啦牵动枪，也就是也就稳让一下，唱个非常真，大家看本文看本文，所以他爱读以后呢，也个看本文，保大家一个诗语，虽然讲啊，冇完全100%错啊，也是有可参考的地方。以上一共33分16秒，接下来呢，客家白话文。再上面同大家讲，同大家报告一个连音，就是牛年昂连音。按英文的呢 ，connect 就是连状的连也不同所以一个客家语言白话语文的文法嘛，一共有16课。今年是讲到第10课，具体语言，下一次呢讲上马的语言一个一共有16课。一个非常的感谢，一个本波图呢嘅文章啊，课文141年对这个录音联合做工作的，所以有人会提出文章同录音同一个标题嘅设计录音，提供本一个台南派华博士可能讲博士有文化的详情。第8台嘅YouTube 第文后以向呢，提供文字名字本啊，能送本一个屏东电子报第文提供名字嘅本案以后呢，能为基本各位乡亲社群 email 仲是一个雅虎啦，一个 Google 等等地方。以上一条事情，一条工作，
同大家望讲望谈哈，希望大家感谢大家哦。另外，客家商业用语已经个非常嘅感谢个台南大学李文焕可以讲博士嘅哈，详情答问在 YouTube 可以，同时 YouTube 嘅地图里文章啊，资料嘅来源一点啊就可以看到本文安尼哈，也16课全部會做出來。另外客家白話語文嘅研究，有100篇，出版社也會去等等100篇，我嘅錄音，我嘅著作嘅篇章，著作錄音啊，有啊，非常嘅感謝一個文化鄉親貼上名一個名字喺度裡一點就可以睇得看得到。另外從大家拜託一個練音師啊，實在非常嘅重要嚇。練音師那係唔曉得啦，客家語文嘅推廣，微妙嘅聲音啊，冇辦法表現出來哦。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尤其是語音嘅一個語音，乜可能語音咯，就是聲母韻母加上聲調，但是也係只用本音、韻母、語音有4種嚇，也個希望各位鄉親呢能夠多多提倡宣傳，也個練音師嘅語音是實體師，乜可能實體師呢？望文生義嚇，也個有4個聲調。一個第一聲、第二聲、第三聲、第四聲，但是一個聲調，第一聲、第二聲、第三聲、第四聲呢，同開了嘅相差兩音，也都會講啊。試驗第一聲等於開了嘅第三聲，開了嘅一個試驗嘅第二聲都得開了嘅第四聲啊，然後第五聲就等於開了嘅第6聲，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呢多多共同來研究一個語文嚇，同時好多嘅語音照樣有練音師，但是語言過冇研究嚇，過冇研究，所以應該用注音 A 音啊，實際講嘅時間冇用 A 音，寫嘅時間才用 A 音。以上希望大家感謝你嚇，本腔錄音呢已經有37分50秒，謝謝感謝大家。希望按自些有中意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可以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